家嗰種是嘛嘅農民時嘛，嗰所生活的教育方式，係像人家日跪到頭拜一樣嘅，面對面直接同公眾人買。伊哋本單做公共嘢俾細妹嘅買賣師，投入幫係一年去農村了並學公眾，到陣去都市過後，佢會寫廣告文案嘅伊，喺社區網站上成立嘅直接同農夫買安尼嘅粉絲團，建立一隻農民消費者同土地重建公平關係的公益平台，而不是會寫文章推薦對土地友善的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不名譽同農民透過名錄來認識，幫群創造同產地的距離。公眾人唔是本番的創業書，消費者也是得安心看看。在台灣的土地上面看到了什麼？用輕鬆小可嘅話語分享自家並去投入一年喺台灣農村旅行學習嘅過程，讀到識土地生態嘅公眾人發生嘅那條事情，無論係好笑嘅經驗，也係感動嘅故事。買賣師透過講座，本來參加嘅都市學院，談過進一步嘅集群土地同公眾人。就覺得我們應該多支持一點農夫啦，對，那覺得他們是蠻辛苦的，那他們應該也是要有一些他們合理的報酬，對，那我們自己也可以更健康啊。我們可能是一個小小的消費者，我們就是花很少錢，但是我們如果願意在網上再加一點的話，其實可以幫助農夫，也幫助我們自己，最主要是對我們自己好。一個盤商來跟他收購的價格是1斤5塊。然後他就覺得哇，這個1斤5塊，我根本連成本都回不回來。那他也不知道到底終端售價會賣多少。但是另外一個盤商來跟他買的售價是1斤13塊，所以這中間的售價差是2.6倍。所以如果說他有幸運的碰到一個很好的盤商的話，就是有良心的盤商的話，他是可以有一個合理的收入，甚至農夫可以再養育他的下一代。喺蘇鎮嘅講座上，講論翻係屯辣椒農數據嘅過程，駕駛所上大馬唐中唐嘅改錯樣，買賣師分享自家看到嘅，自家聽到嘅，愛本都市消費者睇得農產品對公眾人嘅片到自家嘅訴控，會經過一道無合理嘅過程。我其實覺得不管是說透過這樣的座談，然後或是去產地旅行，或是透過閱讀，我覺得都是蠻好的一個方式。因為其實像今天是在書展嘛，那如果說大家有人突然停下來，然後聽到這個議題的話，他本來是沒有接觸過的哦，然後他可能是因為覺得有趣，或是他突然開始思考說，哦，原來我的餐桌我也應該要關心哦。那我覺得都會有一些散步的意義。一個人150公分安高、細細嘅糾結嘅細妹嘢買賣師，本單係做廣告業嘅，當日囤進口茶、化妝品、基金、小文案，並鼓勵消費者來買。有一日好點點嘅營業員人士唔應該搶起囤人式投入，應該要以情意識，真實感通嘅到自家嘅思維，就真蠻結節，搞出辭呈行向農村。我以前在寫廣告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寫說，這個東西有多好啊，然後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製作，然後大家趕快來買。那當然，可能也是一個商業上面的一個模式啦。可是我覺得，那我既然可以推廣那樣東西，我可以寫一些廣告，然後賣掉200多萬的車，然後叫大家趕快來投資基金啊。那我為什麼不能也寫一些這種，好像對環境，然後是對大家都還蠻有幫助的東西，所以後來我就想說，好，那我這一年旅行，我就去拜訪這樣的農友，然後如果可以的話，我就慢慢把這些東西記錄起來，然後有機會的時候就可以分享出來給更多人知道，所以我就開始這一趟旅行。
2021年买卖师了解到，有机小农生存有益艰辛，每记得资板贴相互意外的方式，看到的配角乡镇数位所长的困境。伊屯头路并喺今年的欢喜屯安库写作书出版，竟然意外受到伊多人的注意，有人谈论野脚铺去拜访也到甲吓人。有很多人拿着那个书来朝圣，说：“哎，我也想进来这里看看。”那我确实有好多的，最近特别好多的游客，他们愿意走这一趟路，去寻找买买师的足迹。我们前后的距离大概1个手指那么宽，就差8寸。头路并系去中期下工日的，虽然已经结束嘅，买卖师还喺把握每拜去3天拜访体验嘅机会。今日慈松湾文沙区举办农事体验活动，伊未接受朋友嘅邀请，大插脚能落田都都4天。因为事实上现在人可以插秧的实在是很少。然后像刚才那个邱大哥他就有一边讲，就是为什么那个秧要离大概多少距离？因为有机的需要比较多的距离才能够通风，然后才不会有那个燥热病跟很闷才会有虫害。那这个是其实你自己没有插，其实你有点难想象。就因为自家设计落去田丘，买卖师对顺后的耕种人生活学到很多的农村知识。当然是你踩过那个土地，然后你在土地上面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然后农夫也很愿意跟你分享。那他们跟你讲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把它整理出一个大众比较能够理解的逻辑，然后跟消费者分享。对啊，所以我觉得来产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买卖师也喺韩系社群网站 Facebook 直接屯农夫买粉丝团内发言人，透过网络继续关怀农民屯土地。直接屯农夫买係一個農業消費者屯土地重建公平關係嘅公益平台，推薦友善耕作屯友善人群嘅生產者，推廣永續農業嘅理念。反正我自己從事廣告行銷嘛，然後反正會寫，所以後來就是成立了這個平台，然後我自己定義它是一個社會運動，就是經過我們會推廣的人，然後我們來推廣，那會種的人他們來用友善的方式種，然後有辦法消費的人他們用他們的方式來消費，那這樣子就是每一個人都不可以缺少的，那它就會變成一個讓這個產業鏈可能有一些機會改變，消費者用合理的價格讓農夫得到合理的收入，然後農夫得到合理的收入之後，他就有辦法用那個友善永續的方式耕種。網站向溫無天氣嘅條文章，寫各地小農嘅生產故事，推動探索推銷農產品。按你生產者同消費者大幫網絡平台就認識咧，唔單止幫佢哋示範咗同身體嘅距離，按你咩上係本日創藝術。比如說，我們有一些，我前陣子就收到了一封信啊，我就很感動。他寫進來，他就說他是一個，他的理念就是能夠回鄉，然後幫他的祖父本來已經荒廢的果園，然後能夠重新種植起來。他說他是新一代的農友，然後他是菜鳥，然後他就是拿着他的祖父那個筆記本，他就告訴我說他想要嘗試。用不同的種植方式，然後用不同的銷售方式，然後看看農業有沒有，就是在這條路有沒有辦法改變。當陣一個新竹公立27歲嘅海里咁講咯，竟然搶意思用油來買，是股就買下來一股。就是因為我第一年種的時候，其實種得很好吃，可是問題是那時候我沒有做直銷，可是就是透過農會或是透過的行考來賣啊，那價錢真的很差，非常差。那大概我看，可能比我預期的一半都不到那個售價。對，後來就想說試試看，透過這個管道，因為我發現他的那個網友蠻，就是他的那個網友對他的信任度很夠。對，所以後來我就加入之後，至少我今年第一次加入，我大概光靠那邊賣就賣了快200箱了。
也下七集团农夫买粉丝团已經上嘅47000人嘅名譽，名譽嘅力量實在真大。買賣師嘅魅力團嘅錢，沒上來過多人加入粉絲團做義工。因為很支持買買式的想法，這樣子，他可以號召更多人來做，然後他讓這個事情被更多人知道，那比較不是我們平常小圈圈裡面，就是自己周圍同事那樣子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們就覺得我們如果可以加入的話，可以把這個東西帶給更多人。加入粉絲團之後，看到很多其實默默關心農業的人居然有這麼多，並不是我們想象，就是大家可能只是想要吃好看的東西，然後或者是很精緻昂貴的東西，其實發現有些人留言的時候，你會很感動的看到是，雖然他們都在某一個角落，但是他們都很關心農業。他中午可以吃面，他晚上一定要吃飯，他覺得沒有吃飯，我就是好像沒有吃這一餐一樣。對於揾老友飯開始講到台灣人飯食到見來見少，未少嘅各種台灣米麻嘅秘密。高雄29號、台南14號、台農71號，上來各個代表馬嘅意思，講是用簡單嘅講法，同大家分享台灣米嘅小故事。七集團農夫買粉絲團，未行出名路，期盼業內列發通，希望名譽用書用義工和故事看下，來體驗農村屯生活有以後誒。我們就希望說，他們今天來參加完之後，應該是要了解到台灣人最幸福的地方就是買當季的新鮮米。如果我們都能買當季的新鮮米，它就可以解決庫存的問題，就不會有人再去囤米去做這樣的事情。那另外，願意堅持做新鮮米這些的農友們，他們也會繼續有動力去繼續種好的米、更好的米出來，透過品質來改變這整個消費的環節。主要是因為買買是那一本書。那他的一些行為跟他的想法很吸引我，想要就是應該是說你會有一種就是心裡面會有一個夢想，想要跟着這樣子做，對，這是最單純的原因。對，那可能就是也剛好有機會，所以就過來看看。唔單止談好米好食的故事，還請來一定要用友善食材來做廚嘅廚師，提前重組，加備太蔥頭、香菇也豆，辣炒過後，同其中一個主角改良是糙米台南14號，每當日平大鑊度，也係今日料理課而9年嘅義泰利式燉飯，確實有樣用台灣生產的各種好米，每做得出好食的西洋式料理。講是講得非常好吧，因為蠻人就是算是有那種互動吧，對，就是去認同這個理念，然後接下來又有這個就是現場的類似那個廚房的教學，覺得就是收穫良多吧。照顧在地的農夫，然後食材是在地，然後無毒農業嘛，對環境好啊，對啊，主要是為了，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在種東西啦，那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活動，那這應該要大力推廣的啦。直接跟農夫買，它是在 Facebook 上面、網絡上面嘛。那其實我們也很希望帶着消費者走出網絡，然後去親自體驗一下，食物到底長什麼樣子，然後食物用什麼樣的方式料理會怎麼好吃。因為像我們今天就有請老師，他是很關心友善食材的，他很關心食物的來源。那他就是一個廚師達人，他就會告訴我們說，139號米或是台南14號這種，台南14號是一種改良型的糙米，那它吃起來口感也是很柔軟的。那這樣子的米呢，它其實還蠻適合做什麼樣的，比如說烤飯啊、燉飯啊，因為它的澱粉質比較多。那是不是其實它不一定要用國外的米種？那我們就很希望說能夠跟大家分享，因為多主食的話，就多常常自己煮，其實就是可以讓你更享受到那個食物本身的美好。推動友善耕種或是有機。
并喺都市上班族嘅身份，去種下做工種人，行耕土地，簽到生命嘅價值，能夠透過社群網站來發揮影響力，呼籲消費者直接同工種人買，實現公平合理嘅交易，支持農民用友善永續嘅方式來耕種。買賣師還會繼續同感通傳出去，表現以對農民、對土地親情嘅痛惜同一等嘅熱情。